大家好，我係奇個靚肚嘅編舞，我叫 Priscilla 羅志榮。咁我哋開始快問快答啦。過癮嘅個癮咧，就係因為即係你有啲嘢好想做啦，然後你可以自己不斷喺一個空間你自己試啦，冇人理你啦，然後將嗰件事成真，係啦。同時間都好辛苦，因為你由冇到有咁樣樣，好似冇音樂。哦，劇鬥咗，唔係即係佢應該係好煩咯，好搞笑咯個音樂。其實個靚圖咧就係關於我點樣向神去表達。咁其實呢一個作品基本上已經 build up 咗第3年嘅時間啦，即係想做呢樣嘢，係啦，咁到而家真係要去做啦咁樣樣。咁就當然經歷咗好多，你真係同神去祈禱啦，無論講嘢啦，無論你無時無刻表達諗嘢咁樣樣，到而家就形成而家嘅樣子。我希望你哋嚟睇啦，呢個係真心嘅，因為作品唔俾人睇到嘅話，其實都係少一個 layer 去俾佢知道佢係一個點樣嘅樣，就係作品本身。所以希望觀眾你都可以成為一個即係構成呢個作品嘅一個元素。今日快啲買今日嘅飛！